这个是台北的上山，昨昏有一架民间的救护车，有开乌烟，在救人的时冲过红灯，这个骑乌多巴的民众未负反应，互救护车弄死。另外，伫台东第一线是发生2架车对撞，随烧起来，2个驾驶拢重伤，赶紧送病院抢救。透过监视器画面，下边的乌色休旅车不明原因下过江横线，甲顶外白色轿车对撞了导火，民众赛车经过翕几台车火烧车的情形。这车祸发生伫台11线91公里的所在，台东长滨乡中林段。初尾晚6点半，17岁姓潘10人驶的乌色休旅车为花莲驶向台东，疑似失控弄向对向的83岁姓黄的老先生驶的白色轿车。经查为白色自小客车黄姓驾驶，南向北行经该路段时，与黑色自小客货车潘姓驾驶北向南发生擦撞，导致引擎室起火。2个驾驶拢是男性，被救出来时阵意识拢无清楚，送去抢救。车祸原因警方也搁在调查。台北市上山区昨夜发生救护车弄死人意外，一个民间救护车在脑出血病人转院，经过路口拄到红灯，淡水未通过。一个差不多60岁技术未负反应，当场被弄到送医救无转来。警方调查救护车驾驶细路10人是无照驾驶，经过检测排除酒后驶车。专案会以过失致死罪嫌，以前地检署侦办，在救护车内患者无因为车祸加重病情，照原本的行程送去内湖3分钟病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